庆祝农民节，为感谢农民朋友的辛苦付出、家己努力，市府除了积极照顾农民的福利、家己权益，更加协助推广台南的农产、家己运销。尤其最近伫日本、东京、家己新加坡的食品店，台南的农产行销嘛得到袂歹的成绩。加上即届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市府将辅导业者来分散市场，作为后一阶段努力的目标。市政府推动农产运销不遗余力，在这次受美国关税的影响的这个兰花以及台湾雕这2项台南市的农产的产品，销美的主力产品，我们也会积极辅导他们分散市场，而且不要影响这个国内的产销价格。所以这是我们下阶段努力的目标。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许许多多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，不管去到这个东京食品展或者新加坡食品展，通通是这个得胜归来，也就是说订单满满。但是我们也希望除了订单满满之外，因为今年受到天候的影响，许多农产品也这个收成了受到影响哈，也希望说，我想中央都有补助，但是呢，除了补助之外，我们也让农民能够有更好的销路，这点是补助也要，销路也要打开，那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。这届农民节的表扬大会，除了涵盖全国模范农民，结出了农业推广单位总共37类的奖项，158位模范单位甲的人员来受奖。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农业政策甲的资源的整合，结合农民、农会甲的产业链的合作，推动智慧农业甲的营销的工作，为台南打造全台上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城市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